我的健康 2.0 新版界面對服務分類進行整合，亦支持無障礙功能。跟住落嚟會介紹界面操作方法。首先係右上方嘅資訊及設定，方便居民查看自身嘅資訊同進行功能設定。然後快速連結提供居民可將自己常用嘅服務放喺主頁，服務連結最多支援11個。只要點擊列表中嘅服務，就可以增加或者刪除快速連結。推薦服務嘅分類按情況，定期提供建議居民使用嘅服務。為咗令居民容易理解各項服務性質，我哋將電子服務以3種類別區分，包括醫療服務預約類別、行政程序申請類別同健康管理類別。下方工具列提供常用嘅服務或者分類連結。健康記錄提供 EHR 同相關功能。檢查報告同檢驗報告提供醫療圖片同文件報告嘅分享功能。居民可透過連結或者二維碼，自行分享自己嘅醫療圖片或者檢查報告，讓他人查看。連結同二維碼嘅有效時間為72小時，超時會失效，但可以重新產生。此外，疫苗記錄界面已經重新設計，新版本界面加入咗私營醫療記錄分類，明確區分疫苗記錄嘅所屬機構，而每個分類亦設有描述。解釋記錄必須登記喺衛生局嘅系統先可以發出證明。為咗方便院舍人員喺協助居民時查閱個人資訊，服用中的藥物界面加入咗個人資訊喺上方。居民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喺資訊及設定頁面進行顯示設定。此外，界面加入咗關注標識功能。當居民有多張處方時，方便居民標識需要查看嘅處方。居民可自行上傳未加入 EHR 醫療機構嘅報告同記錄。當居民有需要時，可自行透過手機展示，讓其他人查看。健康管理內提供關注個人健康嘅服務同各項健康數據。健康概況功能提供資料讓居民查閱，方便關注自身健康狀態。系統亦提供指標嘅健康趨勢圖跳轉功能，方便居民查閱指標嘅趨勢變化。體重管理系統按居民已輸入嘅最新身高、體重同身體活動量，計算每日所需卡路里，並提供推薦嘅健康餐單。掃二維碼功能提供掃描衛生局急診、門診便條或抽血單上面嘅二維碼，顯示上需等候人數資訊。首頁嘅上方亦提供預約提示，提醒居民已預約衛生局嘅醫療服務。點擊提示會跳轉至預約嘅詳細列表，方便居民對預約進行例如修改預約時間等操作。最後，如果居民需要尋找服務，可透過全部服務內嘅文字搜尋，同埋服務一覽列表查找所需服務。